代表大約3萬個加拿大多倫多市工人嘅工會話，如果喺星期六晚仍然未能夠達成協議，市政工作人員將會喺星期一開始罷工。工會表示，罷工嘅最後期限係星期六凌晨12:01。如果到時仍然未能夠達成協議嘅話，3萬名工會嘅前線市政工作人員，包括緊急調度員工、法院服務、311熱線同避難所、休閒服務以及市政府經營嘅托兒中心員工都將會罷工。工會表示，工會喺今個星期二下晝收到市府嘅最後報價，但係仍然未達到工會嘅要求。指責多倫多市府攞3萬名前線工人嘅生計同埋多倫多居民依賴嘅關鍵服務嚟開玩笑。We are regular working people just like you, trying to live and raise our families in Toronto. We don't want to strike. 市府嘅新報價包括取消所有工會工人嘅最低工資，4年內對所有職位提供14.65%嘅薪酬增長，第一年增幅為3.95%。對於部分職位，例如托兒助手同埋註冊護士等等，4年期嘅薪酬增長數字更加高，分別為16.7%到2%。工會冇公開要求嘅細節，只係話同工會希望嘅薪酬增幅有差距。